局長胡建文先生 MHJP， 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姜成偉先生，南區民政事務專員暨南區區議會主席張佩珊女士 JP， 立法會議員區議員朱立威先生 MH， 立法會議員暨南區區議員梁進先生 MH，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理事長，香港南區各界慶典委員會會長，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主席陳南波先生 SBSJP， 香港島各界愛國愛港核心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嘅主流價值觀。每一年咧，我哋都有啲主題嘅嚇。以舊年前年已經愛到因為我哋1月週年喺年初嘅時候，我哋有山東艦我哋嘅航空母艦編隊訪港，我哋有東江水供港60週年。80週年嗰度咧，我哋有行政長官帶領我哋嘅代表，我哋將某啲嘅設施納入為港澳。樹立咗呢個紀念碑，可以掃個二維碼，咁啊睇翻嗰段嘅歷史個位置喺邊度等等，相關嘅工作一路。中心嘅城獅隊代表，啱啱嘅城獅表舞獅啦，佢哋頭先嘅側邊嘅音樂伴奏咧，都係由佢哋一手包辦㗎。唔該晒楊副部長，請就座。接住落嚟有請南區區議會主席張佩珊女士 JP 致送感謝狀俾香港仔坊會農會農業過術龍獅班嘅代表同先為我哋表演咗精彩嘅拳術啦，絕對咧係彰顯咗中國文化嘅特色㗎。望住台前嘅攝影師先嚇。加勒薩培德學校嘅同學仔咧，陣間會為我哋表演一陣中國舞嘅喎，大家陣間就要細心欣賞下啦。你見到佢？唔該晒梁議員，請就座。好，接住落嚟有請香港南區各界聯會理事長、香港南區各界慶典委員會會長、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主席陳南波先生 SBSJP 致送感謝狀俾明愛莊月明中學嘅代表。明愛莊月明中學嘅留意，千祈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啦！豐富嘅攤位活動啦，就好似咧會同大家即場捉下象棋啦、圍棋啦，大家咧就一記得去玩一玩啦。好，唔該晒你，完整就咗。跟住落嚟，我哋有請南區學校聯會主席侯麗珊校長為我哋致送感謝狀俾展示工作坊嘅導師，而導師咧就會以張滿興老師一啲有新年特色嘅圖案，大家記住要預留翻時間去參加啦。唔該晒侯校長，請就座。接住落嚟有請香港南區青年發展聯會會長、南區青年發展及公民教育委員會主席陳偉強先生 MH 為我哋致送感謝狀俾校園集管村國粹教育有限公司嘅代表。校園集管村國粹教育有限公司咧，為我哋準備咗一啲古代嘅運動，例如係投壺同埋蹴鞠，大家可以體驗翻古時嘅一啲小遊戲同埋運動嘅喎。好，望住前面鏡頭啊！褪過少少，我哋褪過多嚟呢邊少少啊！好，望住你起身，然後咧將你嘅身體咧微微咁樣褪過去可能呢邊嘅嘉賓咧就指住後面嘅情況，跟住咧我哋2、1。嘅活動就正式開始啦！喺呢度都要同大家送上新一年嘅祝福。好，我哋咧而家接受。好，請主禮嘉賓咧可以就座啦。嗱，我知道咧台下都有好多唔同嘅團體嚟支持今日嘅活動㗎，不如咧我哋都逐一邀請佢哋上嚟。企好啦，咁啊攝影師麻煩，好啦，大家都準備望住鏡頭啊，係啦，前面啊。出面。咁不如我哋後面嘅咁多位街坊同埋來賓咧，都可以俾個 like 嘅手勢啦！難得我哋仔一堂一齊喺呢度。大家都落去玩下咯。係啊，我見到已經要排隊啦，我哋快啲落去排隊先得啦。好啦，拜拜。
去。